廣州體感溫度去到成44攝氏度，嚟嘅時候仲係34攝氏度嘅，咁而家咧上咗一陣啦，大概10幾分鐘過咗去啦，38攝氏度啦已經。10分鐘之後，朱古力明顯從固體變成咗朱古力醬。實太熱，實太熱，熱到賴屎。小北也曬黑了那些同志，解釋了這些垃圾氣溫比非洲更熱。仲要焗熱夾焗到就癲，冷空氣要等夠200-300天，冇得救，無奈其實捱到新春都照熱。再過這月暑假，靚仔都不用怕，你與我就慘啦，仍然返工啊，高溫馬路曬到叫阿媽，冇得休息出街來暴曬，就嚟熱死。昨晚落雨蒸熟未？今朝又焗，屌夠這個天氣。最廣州的暑天還未到，吊渠蘆尾，熱到白浦先30度，想找活路，匿喺冷氣屋企遊戲。